好多謝主席。我原則上咧係支持政府喺古洞北新發展區興建綜合大樓啦，同埋聯用嘅辦公大樓。咁我一直咧其實都提出政府部門咧應該係帶頭去進駐北都，所以亦都好高興咧係見到辦公大樓啦會有唔同嘅政府部門遷入。咁相信咧都係可以起到一個示範作用啦，同埋帶動到當區嘅經濟。咁目前睇翻咧，其實北區嘅公共設施咧都長期係供不應求。咁以一地多用嘅模式咧，整合政府辦公大樓啦，同埋增加啲包括係醫療啊、體育啊、教育啊、福利等等呢啲嘅設施咧，咁係絕對值得支持嘅。咁相信都可以回應到社區嘅需要。咁但係咧，我都仲有幾個問題咧，想關注一下。咁其實剛才好多議員同事都有提到啦。首先一就係嗰個嘅俾我哋嘅資料嘅問題啦。咁都常秘頭先都答咗。咁好希望咧係嚟緊啦，我哋可以會有多啲嘅資料，因為就譬如我舉個例，好似頭先講到，而家我哋睇到就係個淨作業嘅樓面面積啦。咁其實個總建築面積我哋係唔知道嘅。咁當然我哋就咁睇落去，就會個觀感覺得其實個造價真係貴喎。咁同時亦都提到啦，剛才我哋已經用咗呢個組裝合成法啦，設計會簡單化。咁但係個造價咧仍然係相對較高。咁都好希望咧睇下會唔會仲有啲壓縮嘅空間啦。咁另外我仲想問問咧，就係呢個工程咧就大概係4年半。咁我想睇下政府咧，其實係會點樣去嚴格咁控制翻個成本啦，即係確保唔會超支啊，或者係一啲嘅延誤咁嘅。唔該，主席。好，主要都係造價方面問題。係或者請建築署嘅同事就住嗰個造價同埋點樣控制嗰個建築成本，即係講一講啦。至於資料嗰度咧，聽到議員嘅意見嘅，我哋會係喺公務小組嗰個文件咧詳細嘅啦。多謝主席。就住呢個大樓咧，其實個規模，議員講得好啱嘅，規模非常之大嘅。如果大家睇咗文件第2頁嘅下邊有一個remarks 嗰度咧，都講，但係可以具體或者約莫俾大家一個概念啦，係等於呢個而家呢度嘅政府總部加埋立法會大樓嘅面積咁上下大嘅，即係86000嘅 NOFA 有冇係咁多？咁當然啦，兩個項目唔可以直接比較，因為大家用途係非常之唔同。不過真係有個概念啦。咁至於講嗰個仲有組裝合成或者其他方法之後，其實個造價係點樣呢？或者係會唔會會超支呢？我哋其實而家呢個工程嘅造價呢係一個預算嚟嘅。咁我哋其實呢就亦都係經過咗。係啦，由於呢啲項目其實本身每一個項目有自己獨特因素啦，咁佢例如佢嘅環境啊、地質啊、工地限制等等各樣嘢。咁而家我哋呢個工程嘅估算呢，其實就已經係因應咗最新嘅市場情況去制定咗呢個預算嘅。咁呢啲因素包括咗呢係最新嘅市場情況啦，例如工資同埋材料成本等嘅預算。咁亦呢個預算亦都配合咗呢個策略及管控處嘅要求，參考咗過去同類項目嘅造價同埋市場嘅情況，而計出呢個建築成本。當然啦，造價貴嘅大嘅話呢，其實我哋都頭先喺文件入邊都提到有啲方法係盡量將個建築成本減低，包括呢我哋講過嘅，我哋會嘅設計上邊都係盡量簡約啦、實而不華、目標為本。咁另外亦都會用一個3S 啦，即係標準化、簡單化同埋單一綜合元件呢啲方向去將嗰個建築成本減低嘅。咁亦都會有用到組裝合成等等各樣嘅方法咧，盡量將個建築成本去減低。至於詳細嘅資料就會喺公務小組嗰度再交代。